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，我们就欢喜。哈利路亚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晚上要再一次来到神的殿中，一起来赞美他，一起来向他献上我们的祷告和敬拜。我们一起从座位上站立，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。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。火光照，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，他在干旱之处使水流成河，我们要欢呼，述说他的作为，我们依靠神，就能施展大能，我们要歌颂。掌握在他的手中，我们一起来开口赞美。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，他命令狂风止息，那波浪就平静。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，他张开双手，我们就得饱足。他的作为，我们依靠神，就能施展大能。我们要歌颂，要欢呼，述说他的作为。我们依靠神，就能施展大能。是的，主，我们要歌颂赞美你，因为你是掌管万有、赐下生命气息的主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要一同来歌颂你、赞美你，因为你是慈爱信实，你是保守我们、看顾我们，赐给我们足够的恩典的主。谢谢主，所以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。妹妹弟兄姐妹，我们要一起来称颂主哦。你是怎样经历这位主？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，在诗篇126篇的1到3节，这样一起来宣告说：上主带我们返回锡安的时候，我们像做一场梦，我们欢笑，我们快乐歌唱。别的国家就议论说，上主为他们成就了大事。是的，上主为我们成就了大事，我们多么快乐！是我们要经历到的是怎样的主？当时以色列百姓在被掳受压制的过程当中，可以归回来到上主的面前。弟兄姐妹，你在你的心里面，你有没有什么比他更大的难处呢？我们要一起来颂赞这位使人归回，这位使被掳的得释放。你有什么是在什么事情上是被掳的吗？这位神，我们要一起来称颂他、赞美他，因为他掌管万有，他赐下生命的主。我们一起来开口同声来祷告，弟兄姐妹，开你的口来同声来赞美，来将一切的颂赞都归给他。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颂赞归你。主啊，你是掌管万有，是生命气质，你是让我们在被掳能够归回的，你是释放我们灵要得自由的。主，我们要感谢赞美你，因为在你没有难成的事。你命令狂风止息，你命令波浪平静。主，你也要为敬畏你的儿女们，要来彰显你奇妙的作为。主，我们感谢，让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。我们颂赞你的全能。是的，主，我们颂赞你的全能。你是使无变有的，因为在你没有难成的事。主啊，因为你使死亡能够复活，因为你是从死里复活的主，你是掌管万有的权柄的。
连死亡的权柄都在你的手中。主，我们看见你掌管万有的奇妙，连这些的风浪你都可以平息，这些的风暴你都可以命令它离去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让敬畏你的人无论大小，你必赐福。让我们在困境当中，你依然伸出你慈爱的手来护卫着你的百姓。即使几千年这样的一个被掳，你依然用你的慈爱应许，让他们知道有一天他们要归回在你的保守看顾之下。主，你在我们今天，在我们每一件事情上面，你要帮助我们，释放我们，让我们要灵得着自由。我们要颂赞你，一切荣耀都归给你。愿你的平安喜乐归给敬畏你的人。我这样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他必带领生命欢呼向前，他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，他必带领生命欢呼向前，他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，我们要欢呼，诉说他的作为，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，我们要歌颂，要欢呼，诉说他的作为，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，我们要欢呼歌颂，我们要欢呼，诉说他的作为，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，我们要歌颂，要欢呼，诉说他的作为，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，我们依靠神，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。哈利路亚！我们将最大掌声献给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因我们依靠他就能施展大能。哈利路亚！是的，主啊，感谢你，因着有你，让我们可以向主你来献上我们的祷告，向主你来献上我们的敬拜，让我们可以来赞美你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更多的来赞美我们的神，从我们的内心发出向神的感谢和赞美。让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向神献上我们的敬拜。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恩惠，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，医治你疾病复原。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恩惠，他以仁爱慈悲为你冠冕，为受屈的人伸冤。心有多么的远，他使我的过犯也离我多远。耶和华有怜悯的爱，且有丰盛无尽的恩典，从亘古直到永远。
恩惠，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，医治你疾病复原。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恩惠。他以仁爱慈悲为你冠冕，为受屈的人伸冤。天离地又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，东离西有多么的远，他使我的过犯也离我多远。耶和华有怜悯的爱，且有丰盛无尽的恩典，从亘古直到永远。耶和华收拾我的神，天离地，天离地有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，东离西有多么的远，他使我的过犯也离我多远。耶和华有怜悯的爱，且有丰盛无尽的恩典，从亘古直到永远。耶和华他是我的神。没有任何事物能够隔绝神对我们的爱，这是他给我们的恩典。我们要一起来读诗篇126篇4到6节。上主啊，求你把我们带回故土，像鱼把水带回干涸的河道。愿含泪撒种的人都欢呼收割，带着种子流泪出去的人，要抱着禾捆欢乐地回来。感谢主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要来献上我们的感谢。就像刚刚唱的这首诗歌，我们没有人是完全不会犯错，我们没有人是完全不会得罪神，而且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在得罪神，甚至得罪人。然而上帝以他永远不改变的慈爱，更是用他独生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成为赎价。让我们把握这重价的恩典，我们要来献上感谢。上帝要饶恕我们的罪，当我们愿意承认我们的过犯，我们愿意承认我们需要恩典，我们愿意转回向他来领受这样的赏赐吗？我们如果愿意，那这个就是要来感谢的时刻。感谢主完全的爱我们，接纳我们，在各样的时刻里面，让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，也让我们知道他是那位带我们回到欢呼收割的地方的主，带我们回到那个收获满满之地的主。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境况中，这是一个很美好的画面，而这个画面今天上帝透过你献上感恩的祷告要赏赐给你，你要来经历这个欢呼喜乐的画面。我们一起开口献上我们的感谢，献上我们的感恩，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带领我们。主啊，你说你非常的主，你在各样的时刻里面，主你说东离西有多远，主你让我们的过犯就在你天地有何等的高，主啊，你的慈爱，你那不变改变不改变的应许跟信心就是那么的高。主啊，你用这样的高来遮盖我们，来覆庇我们，使我们的生命即使在那个祸患中，即使在那困难中，即使在那个已经不可逆的伤害中，
是主啊，你仍然用你的慈神爱所引导我们回到你的面前，你用你的恩典，你用你的冠冕，主要持续的来看见，来帮助我们看见自己的生命，看见自己的身份是在耶稣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，是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一个重生的人，是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一个能够复活的人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，向你献上赞美，向你献上感恩，因为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靠自己能够站立在你的面前，但主耶稣，你的恩典，你的宝血今天为我们流，使每一个不管我们的错在我们自己的心里面，在别人的眼光中，在这个客观的事实上面有多么的大，但主你仍然为我们愿意付上这代价，你用你自己的宝血来赎回我们的生命，叫我们不活在罪里，不活在黑暗里，不活在控告里，不活在那个自卑自义的里面，主，而是要带领我们要来因信称义，因着相信你，我们要再次来经历在你里面的恩典，是数说数算不尽的。主，谢谢你，谢谢你透过这首歌使我们的心知道，每当我们在一个困难的时刻，我没有办法欢喜的时刻，我觉得好像在那个很低落很失落的时刻，我的心在这个时候就要来称颂耶和华，我的心就要在这个时候要来赞美你的名，因为你是信实的，你是公义的，你是良善的，你是温柔的。主，你是带领我在那旷野中要经历甘霖的，主啊，你是带领我在那沙漠中，主啊，为我们继续的来开路的，主啊，让我们有水可喝，有路可走的。主，谢谢你带领我们，每当我们想起原来有这位主，他是用这样的方式，用这样的爱来带领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的心能够来称颂耶和华，因为我们知道，当我们称颂你，我们就想到，我们就再一次要来经历到你的恩典。谢谢你在我们当中，我们要将我们所有经历的一切美事，一切在你里面的恩典都献上在你宝座前。主啊，愿主你亲自来使用，成为美好的见证，继续让人来遇见你。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慈爱天父，感谢你，感谢你的保守，感谢你的应许，感谢你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殿中与主你一同来敬拜，向主你来献上祷告，也能够依靠我们仰望十架，主啊，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要用一首新歌来向神献上我们的敬拜，让我们真的是从我们的心里面，从我们的灵里面，从我们的内心最深处向神来敬拜，将我们的一切透过敬拜，透过诗歌，透过祷告交在神的手中。高立起的十字架，父将我罪挂上，从此以后只需仰望，最终得着释放。I am clean, I am clean。 你是我灵魂的救恩，从今直到永远，拒绝了这控告谎言，宣告我尽公义。我相信，我相信。十字架上你永恒的爱，天天带领我脱离
全地上。主啊，我们不会忘记，真的吗？我们不会忘记你无条件的爱，真的吗？我们不会忘十字架上你永恒的爱，天天带领我们脱离羞耻与捆绑。主啊，我们真的忘记了。主啊，我们真的忘记了，以至于主啊，我们让那恶者，容许那恶者来控告我们，容许谎言来控告我们，我们不是一个干净的人，我们不够好，我们做的不够棒，我们做的不够彻底，我们没有意志力。主啊，我们忘记，以致我们容许恶者控告我们，容许谎言。主，谢谢你再次让我们伫立在你的圣殿前，你的宝座前，十字架前。主啊，我们再次想起，主啊，我们悔改，我们任性，我们愿意洗礼坚信你，我们愿意称你为阿爸父的那一天，主啊，我们想起那个感动跟激动。主啊，原来我们这么烂的人，你竟然愿意爱我们，替代我们。主啊，你竟然愿意为我们的罪挂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死，在那阴暗黑暗的死亡里，阴间里待第3天，你为我们复活。你也宣告我们凡事让我们的罪，主啊，你就要赦免我们的罪，除去我们的不义。主，谢谢你承担我们的罪。主啊，你是我们灵魂的救恩，从今直到永远。主，我们相信你，使我们成为新的人，好不好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再唱一次这个副歌，好不好？把我们那些不属神、那恶者的谎言控告我们的，使我们抬不起头来的，这个时候我们都抬起头来，因为我们的主告诉我们，我们只要仰望我们十字架的主，主啊，就把那些罪跟我们没关系，只要我们愿意，我们认罪，那些羞耻、那些捆绑就跟我们没关系，好不好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管你在线上，你在现场，就这个时刻，这个时候在十字架面前，主永远的爱来带领我们脱离羞耻与捆绑。我们再来唱一次。我不会忘十字架上你永恒的爱，天天带领我脱离羞耻与捆绑。我不会忘你无条件的爱，使我充满盼望，怜悯降下，恩典永留在全地上。耶稣，感谢你。耶稣，感谢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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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稣，感谢
谢你，耶稣感谢你，耶稣感谢你。新生命的主，我们感谢你十字架上的爱，使我们得以坦然无惧来到你面前。谢谢你为我们现在此时此刻所经历的，再一次让我们回想起主，我们第一次打开心门接受主你的爱。主啊，那种激动，那种感谢，那种新的生命。谢谢主，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请坐。我们要持续来看我们的金句。今天如果我们大家有从头一开始就参加我们的聚会祷告会的话，我们可以知道在这一段诗篇连续我们看到，其实这位爱我们上帝，他是掌管历史，这是历史的主。他早就看到他的子民远离他，所以他管教他们，是爱管教，不是处罚，请大家要注意。而他就透过耶利米先知，他说：“我要告诉你又大又难的事。”那又大又难的是，你想要神告诉你，让你可以决方向择先知的，请你举手。又大又难的是你想要知道，请你举手。没有人，对不对？又大又难的是要告诉你，耶利米也不敢接啊，因为接下来神要告诉耶利米，又大又难奥秘的事是大坏消息。那个坏消息就是神要管教南国，要被巴比伦毁灭，被掳走，分3批掳走，在巴比伦70年，被掳70年。但是接下来他就说了，说什么？说我们刚刚读的我们刚刚说我们要大欢乐啊，因为主你要让我们恢复自由，你要换我们回去，你要给我们雨，你要让我们欢呼收割，带着种子流泪出去的，要带着禾捆欢乐的回来，这是神的应许。后来有没有应验呢？有，从历史里面我们就发现有应验。但今天这个137，现在这个诗篇却是他们身处异国的时候，也就是他们被抓在巴比伦，正被捆绑，正被恶待，那个时候他们的哀怨的诗歌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正在哀怨吗？神，我们的主爱你的耶稣正听着，听你的声音。我们来听听诗人他怎么样哀怨，我们透过他哀怨，他发问，我们也问出我们内心的疑问。当我们遇到一件很大的事情，我们得问为什么是我？尤其那是不好的事的话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读137这篇，请。我们坐在巴比伦河畔，一想起锡安就禁不住哭了。
在河边的柳树上，我们把竖琴挂了起来。俘虏我们的人要我们唱歌，折磨我们的人要我们欢愉他们。他们说：来，为我们唱一曲锡安的歌。身处外邦异国，我们怎能唱颂赞上主的歌？是啊，我们还在巴比伦被压迫、被捆绑，我们怎能颂赞上主的歌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那过去的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有。今天耶稣正在听你。或许我们的生命正是在那个很像在被捆绑、被身体限制，一只手一只脚，连吃饭都没办法好好吃。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恢复？到底主你应许那个行神迹奇事的主什么时候才能在我的身上？为什么是我？我这么注重健康的人，我这么一天运动2次的人，为什么是我倒下来？神在听。我为这个家庭，为亲子关系，我怎么样的努力，但为什么今天出走的是我的孩子？他哀怨我，回想起童年，他觉得父母在他童年的时候没有好好对待他，以至于他有童年的记忆是这么样伤害人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是父母，对，我们会哀叹，我们的孩子被网络掳走了，我们的工作被疫情给拿走了，我们在那不稳定当中，神在听。这边经文说，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，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音乐牧师要邀请大家，好不好？我们一段时间在神的面前，神在听。我们有过圣洁的生活吗？神给我们再一次机会，而那我们常常总是用那再一次机会，因为我们再一次犯罪，得罪神，得罪人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祷告。当我们在这个诗歌音乐十字架上时，音乐牧师不太会唱歌，但是我会读这个歌词。我们的同工如果愿意，也可以帮忙唱。这个时候就把你心中哀怨疑问，把你心中所有的垃圾，好吗？就这个时候完全交给神。我们不需要歌词，没关系，我们就是用哼都没问题，好吗？闭上我们的眼睛，轻轻的闭上我们的眼睛。神正听你的祷告，正听你的苦情哦。我们来到神面前吧。高高立起的十字架，父将我罪挂上，从此以后只需仰望，从此以后只需仰望，就得释放。就得着释放。I am clean. I am clean.
谢谢主，你再次让我们想起你无条件的爱，使我们充满盼望。主，谢谢你再次听我们内心的呐喊。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，让我们重新，让我们拒绝，让我们不让那恶者再来欺骗我们，让我们脱离羞耻跟捆绑。主，谢谢你给我们新的生命，我们感谢你的拯救，你到如今都活着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持续，亲爱的大家，我们一起来看，刚才看137篇还没完哦。这就是人啊！我们的这个人，神在我们当中，他知道我们，他给我们机会，给我们说，因为他愿意听。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，来。耶路撒冷啊，要是我忘了你，愿我的右手枯萎，再也不能弹琴。要是不记得你，要是不以耶路撒冷为我最大的喜乐，愿我的舌头僵硬，再也不能唱歌。上主啊，求你记住以东人的暴行，在耶路撒冷沦陷之日，他们直嚷着拆毁，拆毁，把它夷为平地。巴比伦啊，你要被毁灭，照着你加给我们的残暴报复你的人，他是多么有福啊！抓起你的婴儿，把他们摔在石头上的人，他是多么有福啊！亲爱的大家，那个怒气到这样子，想要报复10倍奉还，这个话我们平常不敢讲啊，这么残忍，但诗人为我们讲，那恶者对待我们，我们有时候真的气到不行了，对吧？这是旧约诗人。到新约的时候，耶稣他再次告诉我们，他赐给我们新的生命，好不好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？耶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也差派他的复活，也差派他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，他给我们盼望，所以我们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，不致摇动，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。我喜欢这个图，你等的公车，即便错过，它一定会来。我们的神更是信实，时间表不是印在公车站牌上，时间表印在神的话语、神的手中。你等的一定会来，真的。只要你愿意相信。我们刚刚讲历史当中，他们被抓去70年，归回。我们上这个应该去年后半年，我们才读到以斯拉3章11到13节，有没有应验了？有，神所应许的应验了，没有费一兵一卒，没有打战，竟然神感动波斯王的心，回去了。而且就照神所应许的，我们一开始读的经文耶利米书所说的那个又大又难的事情，先宣布坏消息，然后好消息真的应验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，来。他们对唱感谢赞美上主说，上主至善，他对以色列的爱永远长存。每个人都大声呼喊赞美上主，因为圣殿奠基的工程已经开始了。许多年老的祭司、利未人和族长曾经亲眼见过以前的圣殿，现在看到圣殿再次奠基，不禁放声痛哭。其余在场的人却都大声欢呼，没有人能分辨出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，因为声音太大，好远的地方都听得见。是我们所等的一定会到，是历史告诉我们，神所应许真的一定就会到。他们开始建圣殿，这是神所应许的。建了圣殿之后，
当然好事要多磨嘛。马上到4章的时候，就会跟我们现在这个读以斯帖很有关系哦。他们回去当建圣殿之后，遇到有一个王出主执政的时候啊，发生什么事？而这个王是以斯帖我们所读的王，叫什么王？亚哈水乳。好，我们来看发生什么事。来，请。亚哈水乳皇帝执政之初，犹大和耶路撒冷居民的仇敌曾带着诉状去控告他们。那是在波斯的亚达薛西皇帝年间，比施兰、米特利达、他别和他的同僚曾经上书给皇帝。奏文是用亚兰文写的，读的时候才翻成波斯语。请陛下吩咐人查阅先王的记录，这样你会发现这城一直是叛逆的，自古以来一直损害列王和各省的首长，这城的居民一直都是很难治理的，因此这城被拆毁了。我们相信，如果这城重建起来，城墙完工，陛下就再也不能够控制河西省了。皇帝的回谕如下：利宏省长、申帅省书记和住在撒玛利亚及河西省地区的官员平安。你们要立刻办这事，不可疏忽，免得我再受更重的损失。利宏、申帅和他们的同僚一听到宣读亚达薛西皇帝的回谕，立刻到耶路撒冷去，用武力迫使犹太人停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好事才发生，马上又被迫停工，因为被恶者控告。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好事要发生，一定多磨的啦，因为人家见不得你好啊。见不得恶者，见不得神的儿女们好，但神总是有办法，因为我们没有要停在那里而已，因为我们知道后来圣殿盖起来了。神看重你所重视的，神重视你所重视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即便神的意念向我们是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的众多，只要我们愿意，只要我们愿意归向神，我们心里所重视，我们的肢体，我们身心灵的健康是我们重视的。阿们吗？因为身心灵是神所赐给我们，他创造我们的身体，那要我们健健康康。阿们吗？他要我们有好的身体来见证我们的主，说即便我一只手一只脚，我仍然可以喜乐来赞美我们的神，因为我们的神就是在那困难中仍然能够赞美我们。在困难在苦难当中，我们能够来祷告的神，这就是神的大能大力哦。亲爱弟兄姐妹，好不好？我们要来为神所看重，我们看重，神也看重，我们重视的，神也重视。我们一起来读神所应许我们的话。来，所以你们要互相认罪，彼此代祷，使你们得医治。义人的祷告有很大的功效。是义人祷告，每个都是义人，因为我们是因信称义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音乐牧师要邀请你，不管你在现场或线上，主啊，这个时候神要来领受神医治的大能。音乐牧师有说，即便一只手一只脚，我仍然能够健康的活着。那你说你在讲什么话？是因为我知道神的应许，即便一只手一只脚，我仍然能够喜乐，我的生命仍然能够来见证神，我这个人是整全的。阿们吗？我们要互相的扶持，家人不只是家里的人，我们迦南教会，我们彼此来包容，圣灵安慰失去亲人的家庭。我们教会最近很多天气的关系，很多家人是失去家人，好不好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有需要在现场的，好不好？我们请我们的牧长可以为我们现场举手，你愿意人来服侍你的，请你举手。我们在现场的，我们的牧者，我们的同工就到你的面前来为你祷告，特别为你祷告，这是现场才有的。如果在线上的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好不好？音乐牧师也邀请你，如果你是看 YouTube 的，你可以把你的祷告词、你的需要、你的感受就留言，不用讲太白，
就是留言，音乐牧师会去看，会为你来祷告，好吗？我们家每一天晚上都有祷告，都有晚祷的时间，就为你来提名祷告哦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哦，来领受神的医治大能。我们开口，如果现场有需要身体、身心灵有需要祷告，请你举手好吗？请你举手啊！我们的同工要到你的面前，要来服侍你哦。我们的同工来服侍，哈利路亚！主啊，我们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举起你的手来领受，主啊，来领受十字架上的爱，让我们可以得着完全的医治。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十字架上的爱，我不会忘记十字架上的主，你有永恒的爱。主啊，你的爱带来完全的医治。主啊，主你来医治。主啊，你来医治。我们只要我们弟兄姐妹需要扶持的，凭着信心，主啊，信心来服侍我们弟兄姐妹。只要站着的，主啊，你都可以来服侍。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我们奉主你的名。主啊，我们在你的面前。主，我们恳求主你的爱来浇灌下来。主啊，你的爱来浇灌下来。主啊，你的爱带来完全的身心灵的医治。主啊，使我充满盼望，怜悯降下，恩典永留在全地有辉煌，十字架上你。主啊，你要医治那个忧伤痛悔的心。主啊，你看重我们所看重的。主，听见你的儿女们，主啊，你儿女的心，主啊，你听见，主啊，你给你的儿女们应许，主啊，告诉你的儿女们，主啊，你医治领导，主啊，你正在动工，主啊，你正在作为，主啊，你要加添我们从那里来的信心。主啊，你说凡事，主啊，我们应着信，主啊，那些神迹奇事就要在你所相信的人的身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主，我们不会忘记，主啊，我们不会忘记你，主，谢谢你，你看重我们，主，谢谢你，主啊，你看重每一个你的儿女们，主啊，此时此刻举起手来的，主啊，我们的软弱，主啊，我们的软弱带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我们常常跌倒，主啊，我们常常不知道该如何是好，主啊，你爱我们，主啊，你用你十字架上无条件的爱，主，无论我们做对做错，主，你都使我们的生命得以再次被翻转。主啊，你知道，主啊，你知道我们比别人还倒霉，主啊，主啊，你知道，你听见我们，主啊，我们是你的儿女，主啊，这些事情是不容易，主啊，不容二者来控告我们，主，是你选召我们，主，是你选召我们，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主，主啊，你实在是爱我们，耶稣，主啊，你为我们预备是最好最好最好，耶稣，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，你的医治要临到，主啊，主，你的话语带来使我们的生命再活起来，因为主，你是复活的主，主啊，你是复活的主，主啊，那已经死了的，主啊，你使那个复活起来，主啊，你使那个已经是枯骨的，主啊，你使这枯骨都能够连接起来，成为一个活人。主，我们谢谢感谢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是的，主，谢谢你，主啊，你在我们当中，主，谢谢你，你用你的圣手扶持来医治我们，主，谢谢你，你来建立我们，主，你的爱来充满我们，主啊，你的圣灵充满我们里面，主，是的，主，我们的新的生命，如今，主啊，因着圣灵的浪潮来，我们才发现，主啊，原来我们的生命有这么多不合神你心意的，主，我们恳求你，主啊，恳求你帮助我们，主啊，帮助我们把这些不合神你心意的，主，带到你的面前，主
来到你的面前，谢谢你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复活的主，谢谢你应许我们，凡是我们愿意相信的，主啊，我们都要跟你同死同复活，而且我们要活得精彩，我们要活的每一天。我们即便困难仍然在，我们即便身体的限制还在，主，我们确实能够自由自在来敬拜你，我们能够自由自在活出主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命定，我们能够自由自在来活出你给我们的每一口气。主啊，你的气就带来生命，你的气就带来了主见证你是这位大能的主。也谢谢你透过医生，主啊，医生是你所用的。主，我要特别为主啊，今天身体有病痛的，主啊，你要赐给身体有病痛的你所爱的弟兄姐妹，或者是他还没有信你，他只有听说你，主，你要赐给他一个主从你来的，主啊，那个医生透过医生的手，主，你要来医治领导。谢谢你，你恢复我们。主啊，你从我们生命的支持，主，你引导我们，谢谢主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，阿们。接下来我们要先感谢神啊，好不好？刚才音乐牧师已经领受神的应许，我们用我们的掌声来感谢，谢谢主已经医治领导每一位。只要你愿意相信，已经领导，已经在路上，神正在做这件事情，你相信吗？阿们，要信心，信心不够没关系，跟神来求，好吗？好，我们要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哈。来，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，请。只要摩西举起手，以色列人就得胜；他手一放下，亚玛力人就得胜。过了一些日子，亚哈随鲁王提升亚甲人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当宰相。王下令给所有王宫的侍卫，要他们向哈曼跪拜，表示尊敬。他们都遵从王的命令，只有末底改拒绝了。王宫里其他的官员为他为什么不服从王的命令，他们天天劝他改变态度，但他总是不听。后来他私下向他们解释说，我是犹太人，我不能向哈曼跪拜。于是他们去告诉哈曼，看看他会不会容忍末底改的行为。哈曼知道末底改不肯向他跪拜，非常愤怒。当他又晓得末底改是犹太人，就决定不只要处罚末底改一个人，他定了计划，要杀灭亚哈随鲁王国内所有的犹太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一切的一切都因为世仇。从那里的世仇，我们看到哈曼其实他的祖先在出埃及记的时候，一开始我们所读的，摩西只要举起手来，以色列人就得胜；他手一放下，亚玛力人就得胜。哎，这就是哈曼的祖先啊！世仇来到了以斯帖这个时候，哈曼是宰相，而末底改没得改吗？他是在强权之下，他的命运没得改吗？在这里看起来好像是这样。我们的主可以改，可以翻转人的生命，可以翻转一个国家的去向，好不好？我们都不要犯这种错。本来只有私人的恩仇，如今提升为意识化，提升成民主之间，提升为真的是无限大，以至于人跟人仇恨，国跟国有战争，好不好？我们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，为台湾国家的安全、人民的平安、台湾经济复苏。现在疫情听起来好像又要一波，求神能够缓和跟控制，好不好？我们开口来祷告，我们相信神正在做事哦。我们一起开口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是的，主，谢谢你，主啊，我们透过历史当中，我们知道人的心，主啊，我们的人的心真的是很恶劣。我们人的心，主啊，当我们
骄傲起来的时候，我们自以为是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自私，主啊，我们自利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自义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就是变成一个可怕的人。主，我们知道，我们从以斯帖知道，从一个人，主啊，到一个家族，一个民族，主啊，求神你来怜悯，主啊，特别为台湾，主啊，台湾有世世代代跟中国大陆的问题，主啊，你是超越这问题的主，主啊，我们恳求你，主啊，你的爱，主啊，你的怜悯，主啊，你的权柄，主啊，在台湾，主啊，这块土地上，主啊，使我们有在你里面的平安，主啊，人民有平安，主啊，让我们不管是海陆空，主啊，我们的经济，我们的人民，我们的治安，主，我们的各方面医疗体系，主，我们恳求你来掌权，谢谢主，感谢赞美你，哈利路亚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是台湾的主，谢谢你保护我们，怜悯我们，谢谢你早就有心意定义，在这些400年前荷兰人，主啊，已经把福音传到这个地方，主啊，但我们真的就很像以色列犹太人犹大国的人一样，主啊，经过这么多恩典，我们竟然还忘记你，我们还拿别的来拜，拿别的来当我们的中心，我们还自己来想办法。主啊，你就是我们完全的办法。主，你要拯救，你早就已经在做事。主啊，愿你所做的事情，我们是你的儿女，跟你一起来做。主，我们恳求你，主啊，你这个件的大的事情，对台湾福音的大事，我们要参与。主啊，我们要参与在使台湾可以成为福音的宝岛。主，我们恳求你来带领。主啊，你让我们就一起跟你能够有同心。谢谢你，也让文武百官，主让他们知道什么何为善，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主同行。谢谢主，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持续我们来看，也为我们的教会，我们看到这以斯帖一路下来，现在危机来了。哈曼从他们等于说那一支派的这个世仇啊，提升到整个民族啊，当然他们快要被毁灭。而这个时候，以斯帖已经被选为王后，而末底改他难过，他没有办法，他就去托人要以斯帖来想办法。但以斯帖说：“我哪有办法？王已经好久1个月没有召见我了，我若去见他，我就会死。”这个时候，末底改就提醒他：“你不要幻想哦，你以为你能置身度外吗？没有一个人可以置身度外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是神的儿女的，我们在教会里面没有一个人是置身度外的。如果你置身度外，英业牧师真的要恳求主来怜悯你，因为我们要跟神面对面的。我们曾经跟神所立约，我们曾经跟神，我们立志要怎么样在神的教会，我们要做到。我们一起来看以斯帖，他多么有 guts， 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就托人给他这样的警告：你不要幻想，以为你在王宫里就会比其他的犹太人安全。你在这样的时候不说话，犹太人自会从别处得救援，而你和你的家族必将灭亡。谁知道，也许你被安排做王后，正是为了这个时候。为了这个时候是现代译本，和合本叫现今的机会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觉得迦南教会不够好，有这个有那个可以更好，感谢主，你就是要为了这个时候要出来，不是只有嘴巴出来，不是只有批评出来，因为我们只是批评家，不是只有办法，办法就是这样，是你只是政治家，教会的政治，我们要行动。那么我们是信仰的实践家，好吗？我们是为了这个时刻而在这个位置上存留在这里，一口气在迦南教会的职分上。
现今的机会，机会会，你会让机会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看以斯帖怎么回应，好吗？来，以斯帖托人转告末底改，你去召集书珊城所有的犹太人，叫他们为我禁食祷告，3天3夜不吃不喝。我和我的宫女也要照样做，然后我就去见王。虽然这是违法的，我还是要去。要是我这样做不免一死，我也情愿。如果我死，和合本更是让人家念起来很有够劲，死就死吧，意思就是不免一死，我也情愿。我情愿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只有情愿被神赐福，太可惜了。我们知道后来发生的事，以斯帖被神大大的使用，活着不就为这个吗？我们好不好为教会，我们灵命更新，我们每天可以祷告，单独会主，我们也起来出来参加祷告会，或者是你真的不方便，就一起参加线上祷告会，而且是要留言一起祷告，不是默默的而已，是让全世界，让整个都这个效应都起来，好吗？我们教会要领受圣灵的能力，双福的这样子的宣教意向，因为新的年度计划跟预算和会的准备。后天开始13号学青学测，还有现在有很多的学生是在期末考，求神赐给智慧，让他们真正知道抓住神。一系列的福音行动爱幸福讲座在礼拜6下午4点到5点半，下个礼拜4的小年夜的关怀活动跟志工的会议，是让我们被组织起来，社区的也一起进来，一起来经历神的美好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开口来为刚才我们所提的，或者是我们有提到的，我们一起来祷告哦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，主啊，在这个教会里面，主啊，有很多人真的很辛苦，主啊，他们真的不知道该如何，主啊，你看见他们的需要，主啊，你知道人真的是很有限，主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得罪你，我们却还不知道，主啊，主你知道，主，我们恳求你来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归向你，主啊，使我们整个人的优先顺序，主啊，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整个生命整个教会的头，主你来帮助我们，主啊，你来用你的手来扶持带领我们，主啊，你的右手来扶持，使我们教会整个，主啊，在这个社区，在这个整个世代的这个波动当中，主啊，我们仍然能够在波动当中有一股稳定的力量，就是主我们能够合一，主啊，就是我们能够领受圣灵的带领，主啊，我们就是能够敏感知道，主啊，你所要赐给我们的羊在哪里，不管是在现场或在线上，主啊，你扩张我们的境界，主啊，特别是这些学青，主啊，他们要学测，或者是他们在期末考的，主啊，让他们经历你，主啊，让他们在考试，主啊，在他们过去所预备的，主给他们信心，主啊，给他们机密，主啊，给他们智慧，主啊，给他们去经历，主啊，让他们在困苦当中，在那些写不出来当中，他们真知道主你已经掌权，主啊，你在这当中，主你也是我们福音的头，主啊，你要带领我们，主啊，你要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。谢谢主，这个教会你是头，我们是枝子，主啊，我们互相为肢体，我们同苦同欢乐。我们可能不知道别人的苦，我们可能不知道别人的欢乐，但主愿你圣灵在我们当中来作为，唯有圣灵把我们串联起来。主啊，使我们人生的大上，特别的学测，主啊，你爱这些孩子，主啊，这些孩子过去的努力，主你都知道，不努力的主你也知道，但主啊，就是要考试了。主啊，让他们有信心知道，主你必带领他们，主你必带领，让他们面对考场，主啊，面对这些试题时，他们再一次心归向你，悔改自己，让他们自己心知道我要爱惜光阴，心知道主我的未来在你手中，让他们即便考完试，他们很清楚知道要为主而活，为主而学习。
让他们真知道要为主奔跑人生的路。主，你告诉你教会的同工说辛苦了。是，主，很多人都不懂，真的不懂我们，但主你懂。主，我们唯有在你的面前说，主啊，我们若得罪你，得罪神的，求主你赦免。主啊，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，把我们串联起来。主啊，使我们能够合一，合而为一，一起奔跑你给我们的福音之战。主啊，让我们在宣教这条路上，主啊，我们每天都得胜。主啊，我们在宣教的路程中，主啊，让我们把福音打开，扩及到所有的社区。主啊，使这社区亮起来，是因为主你是光。主啊，你是光，那黑暗就不在，你带来完全的盼望。谢谢主，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要来唱这一首回应的诗歌，耶和华行了大事。预备哦，领受神的行了大事的应许，跟即将要发生的大事，要在你我他的身上。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，他不将云彩挡着盖，夜间使火光照。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，他在干旱之处使水流成河。我们要欢呼，述说他的作为。我们依靠神，就能施展大能。我们要歌颂，要欢呼，述说他的作为。我们依靠神，就能施展大能。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。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，他命令狂风止息，那波浪就平静。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，他张开双手，我们就得到主。我们要欢呼，述说他的作为。我们依靠神，就能施展大能。我们要歌颂，要欢呼，述说他的作为。我们依靠神，就能施展大能。他必带领选民欢呼向前，他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，他必带领选民欢呼向前，他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，他必带领选民欢呼向前，他要带领我们欢呼向前。他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，他必带领选民欢呼向前，他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，我们要欢呼，述说他的作为。我们依靠神，就能施展大能。我们要歌颂，要欢呼，述说他的作为。我们依靠神，就能施展大能。我们依靠神，就能施展大能。我们把手将荣耀归给这位神。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奉你的名
在地上捆绑一切要拦阻我们领受你丰盛恩典的障碍。主，释放你的恩典，你属天的信心跟能力充满在弟兄姐妹的身上，让我们在地上所释放的，主你在天上也要释放，释放你的恩膏，释放你的全能，释放你的医治，释放你的供应，充充足足在你的子民的身上。圣愿你赐福于我们，扩张我们每一个人境界，常与我们同在，保佑我们不遭患难，不受艰苦。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彼此来祝说主与你同在，主与你同在，阿们。